大家都有試過呢個情況啦。你想揾你嘅親人啦，或者朋友都好啦，但係揾極佢都揾唔到喎，唔知去咗邊喎。咁以下介紹呢一個 iPhone 嘅功能咧，咁就可能幫到大家啦。就算佢熄咗機，都可以揾到佢個位置㗎。右上角向下拉，跟住 AirDrop，然後揀所有人，跟住揀返尋找，然後聯絡人先，然後右上角加號，再分享我的位置，然後又返分享聯絡人電話 number， 跟住右上角有3個時間，揀返你啱嘅時間，跟住分享。咁設定好之後咧，大家會收到呢一個信息，然後你撳共享就得㗎啦。咁共享咗之後啦，我哋可以搜尋，然後即時睇到佢個位置，就算佢閂咗機都好，都可以揾到佢個位置㗎。咁設定好之後，要提醒一下大家喎，要留意返2點，就係大家都要用 iPhone 啦。第二就雙方都要同意，咁先可以共享位置㗎。再嚟設定私隱定位服務，睇返定位服務有冇開啦，然後分享位置，跟住分享我的位置要開啦，然後尋找我的 iPhone， 記住開返尋找網絡，咁就完成㗎啦。以上嘅設定好晒，就可以互相分享位置㗎啦。咁呢個共享位置咧，其實比較適合啲親人啊、朋友或者一啲小朋友，咁你容易揾到佢哋啊嘛。咁記住分享晒俾佢哋㗎咯喎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，聽日咧就會再有一啲 iPhone 嘅隱藏功能介紹俾大家。然後大家記住 like 同埋 share。